中国新疆和田市星期一中午发生严重警民冲突流血事件，官方媒体称该事件造成一武警一警察及2人质死亡，武警则当场打死了14名冲入派出所的人。海外流亡维吾尔团体则透露说，有20名维族人被打死，70人被捕。中共官方则将该事件定为恐怖活动。18号中午，新疆和田市一派出所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。官方媒体称，有10多人闯入派出所，武警部队赶到后当场击毙14人，另有武警、警察人质共4人死亡，另有3人受伤，其中1重伤。至于伤员送往何处救治，报道中并未提及。新疆和田人民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，18号当天该院收治了2名伤者。有多少个人被送到你们这里？只来了2个，一个当兵的，一个警察，都死了，2个都死了，就是那88站那家的派出所。据官方媒体报道，该冲突在下午1点半平息。至于进入派出所抗议的民众族别、人数、行凶动机等细节都没有说明。新疆维权人士胡军认为，官方惯用模糊伎俩来掩盖事实，并将群众抗议冠上暴徒的罪名后进行残酷打压。这肯定是一个群众抗议行动。广东真诚的事情，那也是平民老百姓去攻击派出所。那么新疆的平民也是，为什么这些老百姓都喜欢去攻击派出所？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。你们派出所到底干了什么事情？因为派出所就是中共镇压、迫害老百姓的工具。但据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 BBC 介绍，该起冲突起因于和田当地的维族人举行和平示威，抗议当局所实施的政策及汉人圈地等等措施，官方向示威者开枪造成死伤，因而爆发冲突。这是继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大规模冲突以来，再一次的严重流血冲突事件。据官方数据，2009年的7·5事件共造成140人死亡，800多人受伤。事后，官方还以挑唆骚乱罪名处决了9人，数以百计的人被监禁，当地通讯网络长期遭封锁。新唐人记者长春林立、甄亚荣采访报道。